喂，你哋有冇試過行過深水埗、旺角，甚至係灣仔啲商業大廈，見到啲招牌寫住專業按摩、美容養生，但入到去，發覺嗰陣味、嗰種氛圍，同你想象中嘅揼骨完全係兩回事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個最近喺香港阿叔圈子入面傳到沸沸揚揚，甚至令唔少人傾家蕩產嘅現象。呢個唔係一般嘅強迫購物，亦都唔係嗰種攞住張大字報嚇你嘅硬銷，而係一種更高段位、更溫柔，直插你心房嘅情感陷阱。你以為你係去揼個骨鬆一鬆，點知最後你係排住隊，心甘情願咁拎張信用卡出嚟家中充值，仲要覺得自己救贖緊一個靈魂。呢種溫水煮青蛙嘅套路，究竟係點樣精準咁擊中我哋香港男人嘅情感缺口？我哋先講返個背景。而家係2026年，香港嘅社會生活壓力大到乜嘢程度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尤其係一班50幾、60歲嘅阿叔，佢哋可能啱啱退休，或者係喺職場搏殺咗大半世，返到屋企，老婆可能只係叫你洗碗，仔女可能各有各忙，甚至幾日都唔同你講一句嘢。呢種寂寞唔係話食餐好嘢或者睇場波就可以填補到，就係呢種心靈上嘅乾旱，俾咗一班所謂嘅靚女技師一個最好嘅切入點。想象下一個62歲嘅陳生，佢平時生活好枯燥。有一日，佢行過一間裝修到懶係高雅、滲住淡淡香薰味嘅養生館，門口個接待員唔係嗰種大嬸，而係一個20幾、30歲，講嘢陰聲細氣，笑起嚟仲有對酒粒嘅女仔。佢唔會第一句就叫你買療程，佢會好溫柔咁問你：叔叔，你係咪行到攰啦？入嚟飲杯花茶先啦，我哋呢度今日有事做㗎，好評價。陳生心諗，幾百蚊試下無妨，點知呢一步踏入去就係陷阱嘅開始。呢啲技師，佢哋受過嘅訓練，絕對唔止係點樣按穴位。佢哋最勁嘅地方係讀心術，佢哋會一邊幫你揼骨，一邊同你傾偈。佢唔會問你攞錢，佢會問你：叔叔，你平時係咪好辛苦啊？睇你膊頭咁硬，一定係為屋企付出咗好多啦。呢一句付出咗好多，對於一個喺屋企得唔到肯定嘅阿叔嚟講，威力大過原子彈。陳生嗰一刻會覺得全世界最明白佢嘅人，竟然係呢個啱啱識咗30分鐘嘅技師。然後套路就嚟啦，佢會開始同你分享佢嘅身世。佢可能會話自己係2018年左右由內地嚟香港，或者係為咗供細佬讀書，又或者係屋企有老人家要睇醫生。佢講到眼濕濕，手上面嘅力度仲係咁溫柔。呢個時候，男人嘅英雄主義就會被激發出嚟。佢唔係想上你，佢係想你幫佢。佢會話：今日我個業績仲差少少，如果達唔到標，老闆可能要扣我人工，我下個月就寄唔到錢返屋企。呢種就係所謂嘅溫柔推銷。佢無拎都逼你，佢係用佢嘅慘同埋佢嘅溫柔喺你個心門度轉個窿。陳生心入面會諗：我平時去飲茶都幾百蚊啦，而家幫下呢個咁乖、咁明我心事嘅女仔，加個鐘充值返個1萬幾千蚊嘅套路，好似好合理喎。結果一加就唔止1小時，一充就係5、6萬。最恐怖嘅係呢種係一種成癮性嘅消費。呢班技師會同你交換聯絡電話，平時會傳啲噓寒問暖嘅信息俾你，例如朝早傳句早晨啊叔叔，今日涼咗記住加件衫，或者夜晚傳句早唞，夢入面見。對於一個喺現實生活入面極度缺乏情感關懷嘅香港阿叔嚟講，呢啲信息簡直係精神鴉片。佢哋會開始期待去呢間鋪頭，唔係為咗揼骨，係為咗見嗰個唯一明佢心事嘅女仔。大家要明白點解溫水煮青蛙咁有效？因為溫度係慢慢升嘅。第一日你可能只係使咗500蚊，第二個禮拜你可能買咗個5000蚊嘅套票，到咗第3個月你可能已經開咗張10萬蚊嘅單，仲要覺得自己係大英雄，係喺度救人。呢班阿叔排隊去家中去充值，其實佢哋買嘅唔係服務，而係嗰種被需要、被尊重、
被溫柔對待嘅幻象。精準擊中港人情感缺口，呢句嘢真係講得無錯。香港人嘅生活太乾、太硬、太快，我哋習慣咗凡事講效率，講金唔講心。但當人到咗一定年紀，錢可能有一啲，但心入面嗰塊碎片點樣都補唔返。呢啲養生館、美容院，正正就係將呢種情感商品化。佢哋將溫柔、體貼、傾聽呢啲本來應該係親人之間嘅嘢，標好價錢賣返俾呢班孤獨嘅靈魂。我曾經聽過一個個案，有個65歲嘅老人家，佢將自己準備用嚟裝修舊屋嘅30幾萬積蓄，喺半年之內全部充值咗去一間位於尖沙咀嘅美容中心。家人發現嘅時候，佢仲喺度執迷不悟，話個技師係佢嘅紅顏知己，話人哋唔會呃佢。佢唔明點解個女仔對佢咁好，因為佢每個月嘅消費就係人哋份糧嘅來源。呢種利用人性弱點、利用老人孤寂感嘅行銷手法，真係比直接搶劫更加卑劣。點解香港阿叔咁易中招？其實仲有一個社會因素，好多呢個年紀嘅男士，佢哋受嘅教育係男兒有淚不輕彈，佢哋唔識得同家人表達自己嘅情緒，亦都唔習慣同朋友講內心戲。於是，當有一個後生、靚女又好似好專業嘅女仔，願意花1、2個鐘聽佢訴苦，甚至仲會適時咁讚佢兩句，佢哋就會好似跌入咗溫柔鄉咁，完全失去理智。呢啲鋪頭嘅套路通常係咁嘅，首先用一個極低嘅體驗價吸引你入屋，入到去佢哋會先幫你做一啲基本嘅身體檢查，然後將你啲小毛病講到好嚴重，話你條頸唔整就會中風，話你個肝唔保養就會出事。呢個係恐懼行銷。等你驚咗之後，佢就開始轉用溫柔攻勢。技師會話：叔叔，我好心痛你啊，你咁辛苦，一定要對自己好啲。當你開始心軟，佢就開始提出充值優惠。佢會話：今日公司做活動，充值2萬送1萬，如果你今日唔充，聽日就冇咗呢個優惠。我特登幫你留咗個名額，因為我覺得你同我好投緣。留意返，投緣呢2個字係呢類套路入面嘅核心。佢令你覺得你同其他客唔同，你係特別嘅。但實情係點？實情係當你戶口入面嘅錢俾人榨乾咗，或者你已經借到無得再借嘅時候，嗰個平時會同你講早晨早抖嘅女仔，會突然之間變得好忙。佢可能話自己病咗，或者被公司調咗去其他分店，甚至係直接消失。到嗰陣時，陳生先至會發現，原來嗰種所謂嘅溫柔，只係一種有期限、有價錢嘅演技。我哋成日話香港係一個充滿騙案嘅地方，由以前嘅寶藥黨，到後嚟嘅電信詐騙，到而家嘅情感養生陷阱，手法不斷在變，但核心永遠唔變，就係利用你嘅貪心、恐懼，或者係最難防範嘅寂寞。如果你身邊有長輩，或者你自己都開始覺得生活好悶，想揾地方鬆一鬆，記住，真正的關心係唔需要你用幾十萬去充值換返嚟嘅。如果你去一間鋪頭，人哋對你嘅熱情程度係同你張信用卡嘅限額成正比嘅，咁你就要醒啦。呢個世界無免費午餐，更加無莫名其妙嘅溫柔。我哋香港阿叔勞碌咗一世，最重要係守住自己個荷包，同埋守住自己嗰份尊嚴。唔好俾呢啲溫水煮青蛙嘅套路，令你到咗晚年先嚟晚節不保。情感缺口應該係靠同家人溝通，發展自己嘅興趣去填補，而唔係靠嗰啲標榜溫柔推銷嘅技師。再講反，呢啲公司背後通常都有成套嘅銷售指南，佢哋會教技師點樣分類客人。如果你係嗰種睇落好大方，但係好似好寂寞嘅單身阿叔，你就會成為佢哋嘅優質客戶。佢哋會建立客人的檔案，寫低你嘅生日，你中意食乜，你屋企有幾多人。下次你再去，佢會不經意咁講出：叔叔，你上次話你個孫準備考中學，考成點啊？你聽完會覺得好感動，覺得佢竟然連呢啲嘢都記得。其實人哋只係開緊快爐，對住個劇本嚟演戲。
呢種精準打擊係利用咗大數據概念嘅原始版。佢哋收買嘅唔係你嘅身體健康，而係你嘅情緒依賴。一旦你對某個技師產生咗依賴，你就變成了人哋刀下嘅魚肉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講，見到呢啲靚女技師溫柔軟推銷，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，唔好以為自己好醒，唔會中招。人性嘅弱點，往往係喺你最虛弱、最寂寞嘅時候，俾人一擊即中。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唔單止要防病毒，仲要防呢啲心靈病毒。如果你覺得壓力大，去行下山，飲下茶，同老友吹下水，效果可能仲好過你拎幾萬蚊去買嗰啲所謂嘅養生療程。最後，我想對嗰班仲喺度排緊隊，心入面諗緊下次見到個技師要講乜嘢嘅阿叔講一句：醒下啦！你以為愛情，人哋眼中只係業績；你以為係救贖，人哋眼中只係一張支票。守住你嗰份血汗錢，對你自己好啲，對你屋企人好啲，呢啲先係最實際嘅養生。呢場溫水煮青蛙嘅遊戲，如果你唔跳出嚟，最後受傷嘅只會係你自己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多啲關心身邊嘅長輩，唔好俾呢啲情感陷阱有機可乘。我哋下次再傾。